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安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兔啊。观众朋友，李明哲受到中国政府非法关押5冬，返来到台湾，今仔日开记者会，咱为着李明哲甲伊的看守李静茹欢喜。嘛，个李明哲今仔讲一句话，介有气魄。台湾、中国一平一国，就是遮简单。李明哲事件咱显明，中国是一个无自由、无法治的国家，再来反起反倒。咱看乌克兰甲香港就知知，国际社会即马是挺乌克兰谴责罗西亚的色面，一直偷来暗去帮赞罗西亚的中国。最近就伫中国官方媒体头摆用侵略这2字来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香港方面，特首选举李家超得票率超过99%当选，中国家己回讲，这是香港特色的民主。什么特色？咱台湾40当外，蒋介石做总统的时，就是这款支持度、这款特色啦。但咱成做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嘛，咱伫美国外交动作，看到因对台湾做一个盟友，愈来愈有信心。为东亚来看国际局势，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台湾香港律师Sam律师。大家好，大家平安。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看到李明哲受到中国关押5冬吼，即马返来到台湾，伊今仔日开记者会哦，讲到侪伊伫中国监狱内底的状况吼。伊讲伫监狱内底吼，伊讲违反着伊的人权，煞互人呛度讲你是被管理者，无应该讲话，而且出监进前才摕到判决书哦，伊伫面册面顶。这个言论吼，嘛用来甲伊定罪啦。中国的手段真粗残，伫李明哲身上看会到，伫香港嘛，咱嘛看会到，咱看到香港特首的选举吼，李家超用超过99%的得票率来当选特首吼，有人讲这是爱国者治港，同齐时嘛是武官治港哦，会互香港加速来中国化吼。讲到中国，美国讲中国是全世界地缘政治内底上大的敌人哦。今仔日中国美国国务院伫伊个甲台湾的这个网页面顶吼，抬调中国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甲无支持台独的这款的文字。过来，咱看到5月初9吼，是罗西亚庆祝因伫二次大战内底吼，较赢纳粹的这个纪念日咯。布丁讲吼，伊侵略乌克兰是互强迫的，而且是一个唯一甲正确的决定。总是咱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吼。乌克兰，尤其是即马去互罗西亚攻击者的城市，才是二次大战期间吼帮战苏联较赢纳粹的这个地区吼，无应该互布丁安尼家己乌白来解说吼。这个代志，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先先来看李明哲记者会的报道。两岸阿某亲亲一鞠躬，感谢各界关心甲协助，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5冬的李明哲，刑满出狱返来台湾了后，10号举行记者会，讲到过去伫中国做领导工作，来协助政治犯啊，佮因的家属去逮捕的代志。李明哲讲啊，这办案人员一度是以感特罪来当罪方向来问案。不过，伊真感谢伊的太太李静茹，向国际寻求救援，才会当互伊安全返来到台湾。也正因为我妻子始终采取积极的国内和国际救援的行动，我最后才得以判5年的徒刑，不然我有可能判到7年、10年甚至无期徒刑。依照中国官方的当时对我的说法，李静茹讲啊，这段时间来是真无做，嘛唔知影讲李明哲敢有法度安全倒转来，嘛唔敢想讲啊，敢有这一天会出现。伊是特别感谢前民进党主席习近平一家伙仔的协助，思考要怎伫兼顾人身安全啊，个国家尊严之下。把人救回来，因为压迫者只敢私下凌虐，他们绝对不敢公然施暴。营救的工作越公开，对受难者越有安全保障。特别是国际的救援行动，会使受难者的能见度大增，倍增安全度。另外，嘛有人关心李明哲未来敢会来参选。李明哲讲啊，伊是无政治的野心，敢若想要甲伊的太太，等来到过去的正常生活。
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咱大先来看李明哲事件的经过吼，咱看到是伫2017年的时阵，3月李明哲去中国去互抓起来，到4月的时阵，伊的看守李静茹要去甲救，煞中国互伊济的麻烦，无法度到北京去吼。6月的时阵，联合国来接受这个咱的研究吼，接受李明哲案的这个案，到9月的时阵，中国开始审判李明哲是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11月的时阵判5档吼，李明哲就安尼开始伫中国非法来受到关押。到今年4月13的时阵，伊算讲是关押的期满吼，来中国来放人。即马今仔日透早，李明哲开一个记者会，讲到伊伫中国受到关押的经过吼，咱台湾甲伊的看守来甲伊救的这个过程，咱大声来请教吴建中教授吼。李明哲今仔日记者会讲到侪的代志，包括着伊的这个经历，以及救伊的时阵，咱讲李静茹讲施明德主席有一寡建议吼，有一寡策略吼，遮的这个内容，请吴建中教授来甲咱做一个整理。是，我想吼，即届吼，李明哲会当来到台湾的时阵，其实咱看到吼，因为即摆两岸吼拢有疫情的部分，所以李明哲向救回来的时阵，吼，咱看到是讲伊嘛是爱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确定迄个身躯的这个情形拢是会使的时阵，咱看到伊出来开即场记者会。即场记者会内底吼，当然咱嘛看到，咱想要知影吼，到底即5档内底，李明哲到底受到中共啥物款的打压，以及无受到人权的即款保障的部分，以及着吼，伊今日其实我看到讲，伫即场的记者会内底，伊嘛家己的即款过去一路行来，对中国民主化吼，伊家己的迄款想法，甲伊是啊坚持要做即件代志。这一款做法，其实吼，咱看到，其实较我戏剧顶头后迄个内底有讲到吼，其实足侪人伫责怪吼，因某李静茹，是安怎要伫迄款研究的过程内底，遮尔悬的宣传，遮尔大声来要抢救伊的翁婿。其实咱知影吼，一开始李明哲去互掠的时阵，有足侪迄款有中伫迄款要来做一款游说遮的人吼，帮中国讲话的人，就甲讲你毋好遮大声啦。这李明哲吼，你若讲到遮大声吼，伊有可能会讲判搁较重，叫伊跪落。叫伊跪落。你毋好搁讲话啊！你搁讲话，恁翁伫感觉内底吼，可能会受到搁较无公平的待遇。但是咱看即场记者会内底，李静茹就是甲大家讲，因为伊的即个过程内底吼，因为伊的坚持，也甲国际的迄款协助。所以李明哲较有法度安尼专心安尼转来。第一个部分，李明哲是甲伊的刑期服完了后，转来到台湾，毋是讲中共吼，这条工做好心甲放转来，这毋是吼。所以咱看咧，李明哲嘛想要甲大家讲，透过伊家己的经验来甲全世界讲，千万毋通对中共有任何迄款幻想。尤其伊家己吼，伊嘛讲着。不管伊的迄款向掠入的时阵，迄款惊吓，迄款心情，以及吼，伫伊的感觉当中吼，一直坚持伊有法度行出感觉的即个想法，吼，这倒来厝里吼，倒来台湾，这是伊上大的希望。所以咱嘛看到吼，其实咱嘛知影，向掠去的时阵，心肝是足惊吓，嘛毋知讲未来吼，到底有法度行出这个感觉无？尤其是伊对外遮通讯啊、遮联络啊，其实咱看到李静茹嘛讲到，不管伊是要去探监，还是要去看因翁婿，这中共吼拢是足侪迄款困扰伊的部分。尤其是咱嘛知影吼，这研究的过程内底是足侪会当做，但是无法度讲的部分。但是咱看即届李静茹，伊是用足迄款徛出来迄款态度来面对中共的即种做法，因为咱看到中共常常拢是甲你吓，甲你惊，互你毋敢讲话。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届吼，李明哲去互关押即个部分内底，我家己我看完伊今日记者会内底，我大概分做有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坚持的力量，啥物叫坚持的力量？民主台湾甲共产中国这两个体制是无共款的。
你绝对无可能对共产中国有任何迄款幻想，讲伊有来愈来愈好。伊虽然经济开始好了，会变做民主化，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其实中共也是足侪人会问吼，这李明德是毋是为细汉就是即款台独的即款想法？其实伊就甲大家讲，伊为细汉伊的教育，伊为伊出身的家庭，其实伊的家庭吼是外省囡仔，安尼的大汉，伊的家庭内底无任何一个本省的，一直拄着因母甲伊结婚了，李静茹甲伊结婚了，伊较有即款就是讲伊的家庭是外省的，甲本省的，即汉字甲乌啊。结连理了后，咱看到讲头一个部分就是讲，伊自细汉就是这外省家庭出来，所以伊的家庭的教育、爱国教育，就是较讲，这中华民国、中国啊，这个部分是一个第一统的迄款社会。所以咱看到讲，伊其实为细汉，伊拢无任何即种背景，吼，有讲有啥物台独的想法，但是伊开始接触到的部分是，伊开始入去学校，吼，开始入去学校内底读册，老师甲教的时阵。毋是讲老师甲教讲你爱台独，还是你爱大迄个部分，颠倒是这个老师吼在甲讲啊，你爱有大中国的即款想法。但是伊开始想毋对啊，啊是安那我看到大中国的即款想法，啊台湾发生啥物28事件啊，雷震案啊，这物件，这拢甲历史顶头无共款，啥会行出即条路出来？所以伊有一种问号。所以咱知少年的吼，拢是有一寡较冲的部分，但是这个冲的部分是因为伊有反思，伊有迄款想法内底，所以伊的成长的背景内底，咱嘛看到伫迄个学校这个过程内底吼，其实咱有看到是伊有好好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伊的成长背景内底是有安尼的情形。但是第三个我看到是讲对历史的思考顶头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其实之前咱节目可能嘛有讲过，有迄款台湾的迄款网红讲啥物落水客的水吼，加长江的水、黄河的水，男做伙吼会当融合做伙啊。但是咱看到讲，其实伫历史的思考顶头，咱看到伊咧想的是讲，伫台湾这个所在，照理来讲读的应该是爱读咱台湾的地理，读台湾的历史，但是伊学校的老师甲讲。这读台湾的历史要创啊！伊等于厝里问因时代的时阵，嘛甲问讲，你老师教你台湾的历史要创啥？所以伊会感觉讲，奇怪，学校教育、甲家庭教育、甲迄款党国的教育顶头是有迄款落差的部分。所以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历史的思考。第四个上大的部分就是讲，伊有这反省了后，伊开始去做一寡行动。其实咱看到，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有足侪人吼，拢甲中国的民主化吼。作为一生的任务，所以想要去改变中国，所以97香港回归的时阵，就想着讲要怎去改变中国。但是咱看到香港若无改变中国，中国甲香港改变，这后壁会讲着。咱其实看到讲，这李明哲伊咧家己咧讲，伊伫中国的民主化内底，伊做两件代志。第一个，伊去关心这迄款受到中共迫害的这受难者。的家属，伊去甲关心，伊是咧要伊中国的人权，对。啊，第二个部分就是伊去伫网络顶头吼，伊去宣布吼，去宣扬对民主的这想法吼，所以伊讲做这两件代志，就叫中共抓起来。抓起来了后，无倒转来吼。但是伫监狱内底，伊受到无人权的这待遇，但是支持伊的力量，除了因某以外，伊还去感谢吼，足侪伫无共款时间。无共款的地点来甲营救的这个部分，所以倒来厝吼是伊坚持会当继续拍拼落去的力量。伊嘛伫这场记者会嘛有讲到吼，若毋是因某出来甲营救，吼，若毋是因某出来安尼大声来甲互全世界拢知影伊发生这件代志，伊的判刑、伊的遭遇可能会更较惨。所以我想这件代志一定是爱甲全世界讲互清楚的部分。足侪人讲啊，无你若去用掠去了，你就点认罪。但是这认罪并无代表你会当受到更较好的待遇，因为中共讲的话是不可信的。是，咱过来请教林正仪老师吼，李明德甲李静茹小姐吼，今仔日有讲到讲中国用照法律来判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吼，总是因在甲中国对抗的时阵，无用这个法律的管道，因为因感觉中国就毋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吼，因无用这条路，而且中国关这个李明德吼是咱的新政权
上台了后嘛，中国再来一直要想着就各种的法度吼，来互咱台湾的人民无信任咱的政府吼。李明德这个事件看起来是无啥物效果，总是李明德了后，咱讲日本的关西机场的事件，迄度有效啊。咱敢袂使讲吼，李明德这个代志吼，互中国要抬价价高这款的计无成功咧。这个2017啊，吼3月19，这个是李明哲为这澳门入去，吼是差不多共一日啦。这个陆委会，大陆委员会，就知影讲这个李明哲，可能被抓起来，是。所以咱看见这5冬来，尤其是第一冬就是对不管对李明哲还是伊的夫人，都是上歹过的一冬，这一冬内底政府有哪有斗3工，有足一部分，比如讲这个海基会，这个海基会的因为李明哲伊的身体有高血压，所以有哪有特别的药啊，海基会个落尾以这个湖南省的大商的合会，当这个李明哲关于这个湖南的时阵有足一解，当时那像讲是咱政府来斗3工的中间这个帮助者，所以海基会甲这个湖南省这个大商的合会，这种一部分呐，来帮忙家属帮忙政府。是。可另外一部分就是讲，这个伊的夫人李静怡唔惊伊台湾，伊本身去到大陆，差不多10外届，当时来探监呐，探望伊的先生。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海基会来斗3工，来安排。对，安排陪伴伊去。最重要的是讲，这李静怡足勇敢。伊唔惊伊台湾、伊大陆，伊去美国、去欧洲联盟，而且有哪将这个李明哲的案件来向联合国来控诉了对，所以伊这些部分呐，咱头先看见就是讲，这个李静怡伊家己本身，伊知影讲对伊的先生爱用什么款的方法，袂使想过都无出声，对这个。中国派出来一寡中间人、中间人呐，想要来叫李静怡卖大声来抗议，是毋是对这李明哲这个判刑会较轻，但是伊完全当是无接受，所以咱看起来就讲，这5冬来真正是关啊满了对啊，我会记即阵这个陆委会内底有一个时间啊，是，这个时间叫做。明哲宗啊，就是讲这李明哲被抓起来，抑个伊中国大陆有偌久？经过偌济时间安尼？经过偌济时间，所以虽然讲是蔡政府上任无够1冬啊，2016年5月20上任嘛，是，这是2017年的3月19，但是政府以足困难的经营的下骹，那是甲这李静怡甲伊家属。来保持这联络，尽量会当来联络一寡，比如讲外交部会当来安排美国欧洲联盟欧洲的国家，哪好这李静怡对这个李明哲的这个救援的行动会当来成功，但是都不幸就是讲因为那是关了5冬，较来放出来。是。咱看到林正宇老师所讲的政府甲李静茹以及人权团体合作来救这个李明德先生虽望咱讲无真正成功，因为李明德有缘是去互关5冬，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咱看到咱台湾人尤其是李静茹小姐无中国来跪落去。李明德家己嘛讲，以这个大声来讲、大声来抗议、大声来求的这个过程可能嘛，互人判刑的这个期间较短咱来请教Sam律师，您有说到就是李明哲被判的时间，然后他被关的时间，跟其他的可能对中国低头的人
来说，相对的比较短一点，他没有被关10年，没有被关到死，这个和李静瑜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是这样吗？肯定的，李静瑜女士是勇敢、冷静、坚持，而且有智慧。那她采取的态度，就正如她在发言说的5大原则：第一个，不低头、不求饶；第二个，轻视法律的救济，要重视政治的救援；第三个是坚守国家的主权跟地位，绝不背叛台湾；第四个是维护受难者的尊严跟荣誉；第5个是，当然是救援越公开，那个受难者就越安全。我记得在10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书店的老板，就叫城中书店，暮鼓晨钟的晨钟。那这个城中书店的老板就是在深圳被抓走，那个跟李明哲的情况很类似，就控告他走私，关了他很长时间，到今天你问我是生死未卜。他的配偶采取的态度就是一种妥协、低调、不吭声的方法，结果就是到现在还是不见踪影。反之，你看到李明哲先生跟李静瑜女士，一个坚持，另外一个在国际跟国内都有很多的务实的，而且到位的救援的行动，导致了全世界都对他好，对那个李明哲呢刮目相看。而且李明哲在狱中也感受得到国际关注他了，比方说你的伙食、你的那个食物变好了，那就不一样的。那你看得到台湾其实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刚刚5大原则何尝不是一样适用在台湾对待中国？如果我们叩头，希望9·2共识，希望和平协议，结果会换来更大的灾难。反之，你要有尊严的方式交往。虽然台湾是个小国，但起码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方式。是。更重要的地方是，这个整个来讲，刚刚吴老师也提到了。本土意识跟大中国思想，在李明哲的早年、童年、少年时代会冲撞，他的最后觉醒了，就是真正的东西不是血缘的认同，而是国家认同。那如果能够提升为国家认同，不论先来后到，不论你是从哪里来，那你在台湾只要认同台湾，抛弃大中国的思想，能够好好捍卫台湾，台湾就是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去痴心妄想，台湾人可以去帮助中国去成为一个中国民主化的推手，其实不可能。民主化跟人权化都是中国人自己去争取的。那我们能做的力量，等于说是救援别的受难者，但是这个是一个人道的援助。是。更重要的是，你看到赤山监狱的处境强制劳动，一天的情况本来要8个小时的工作，到11到12个小时，而且全天候的，除了过年4天以外，礼拜6、礼拜天都要工作，所以是非常强度的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李明哲讲得非常清楚，看清楚共产党的本质了。他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要全部的人民无条件的接受独裁者的统治，而且中国的法院所谓公开的审理，就是法西式的剧场。这几句话就告诉很多的台湾人在台商在中国，其实你在那边是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保障的。那他也讲到间谍的问题，他说本来那个被迫要认那个交换间谍的罪，他不认，那他要认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什么？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系于一身，但是间谍罪是连累到国家，连累到很多的其他关联的人士，所以他看到中共一旦软来跟他要他认这个间谍罪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他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有智慧的面对横逆是很重要。希望所有人都引以为戒，也感谢台湾跟各界对他们的声援。Sam律师讲到救李明哲的时阵有几个原则，就是讲无为中国来跪落；第2个无走这个法律的管道，因为中国就无法治；第3个维持台湾做一个国家的尊严；第4个是讲愈公开愈大声互李明哲愈安全Sam律师举一个例啦，伫香港嘛有人去互中国掠去，伊的看守是用迄个跪落的办法，迄个人到今还未放出来但讲到Sam律师所讲到的，中国的手路
唔通对伊压头吼。咱来看香港的咧大选，先来看香港特首选举的报道。伊一手出台压手，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伫当选基督港随即甲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会面，两人会后共同举行记者会。林郑答应将全力协助交接工作。李家超是展现谦卑态度，连续7摆感谢林郑配合。We talked about a number of major tasks to be accomplished in the coming weeks of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proposed government reorganisation package. 香港礼拜二举行特首选举，当局钦点的为候选人李家超伫取消投票的1428名选委中，得到1416票的支持，另外有8个人投反对票，4票废票，得票率是达到99.2%。不过，香港民众经过争取普选失败了后，对这摆选举大多数拢无感觉，也无啥物不满。特首選舉，我覺得基本上其實都唔係好關我哋呢啲市井市民嘅事咯，因為其實我個了解好似佢嘅即係投得票嘅人，好似都只係得千幾個，咁其實係變相有700幾萬都係投唔到票，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就算係有啲咩嘅嘢，其實都唔好關我哋事咯，因為我哋都冇得投咁樣咯。可能佢推行啲政策上面會更加強硬咯，係啦，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啦。所以我哋只可以去迎合咯，因為我哋冇乜能力，可能走唔到嘅，咁咪去迎合咯。64歲李家超因為伫境外表現真好，定破大案，一路為警務處保安局晉升到政務司長。伊伫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動亂事件，採取強硬鎮壓手段，得到北京當局欣賞，進一步互提拔做香港頭一位境外出身的特首。We must continue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accurate, and fi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中國官方媒體認為，李家超出任特首了後，將會更加配合北京的治港政策，對落實國安法有幫助，維持香港的穩定。也毋過西方社會批評，香港特首選舉完全無符合民主原則，考試即是習近平為反送中運動了後，對香港實施的二次回歸。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咱即馬來請教林老師吼，即擺李家超當選吼，有人講伊是一個武官的治港吼，也就是用這個足粗殘的手段來鎮壓示威者，這個人來做特首，會讓互人看到講中國吼摕到1997年的時陣摕到香港的主權，即馬閣再一擺是摕到治理香港的權利吼，甲控制條條的吼，咱。看到李家超拄則有講到講，伊做特首會堅持即個一國兩制吼，但是事實上，即擺咱看到香港的制度已經無一國兩制，敢毋是？咱為即屆選舉內底啊，安尼講抑個當算做是選舉啊，吼，已經甲過去即個一國兩制的選舉是完全無共款，吼。即擺在是安尼講，即是差不多是一國一制，吼，在中國甲香港。哦，這頭家就是伊這北京，哦，所以李家超伊7月初要來就任嘛，哦，但是伊有拄着足濟香港，咱頭先看見即個香港的普通的民眾因的反應，咱就通知影，對香港的未來，毋是講有足大的願望，哦，所以李家超伊過來即個黨內底，哦，我相信啊，應該是比這林鄭月娥更較硬，吼，比以前無論是董建華、鄭運乾還是梁振英，對這香港的治理更較嚴格，吼。即馬就是要來執行這個北京、這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吼，所以袂使來有任何這個動亂，吼，香港要保持這個穩定經濟愛平靜。但是咱看見較早。即個特首啊，要就任以前啊，會使講是美國啊、歐洲聯盟啊、其他國家都有即個電報來祝福啊。是，但是即屆並無。哦。所以即屆即個歐洲聯盟有反應，但是有即個反應是無好的反應，就是講來經過即個李家超伊過來即個黨內底，吼，咱知影伊就是要來執行即個香港國家安全法。對。
咱阮若是烦恼，是毋是这香港基本法23条会来立法吼？所以这拢是一步搁一步，将这香港变做已经毋是这东方明珠啊！吼，阮若毋是这个一国两制，会当来对台湾来吸引一个制度，这个会再讲完全当是过去的历史啊！吼，所以以这个情形下骹，咱看其他国家对香港即个选举是足冷淡，吼，无啥物大的报道。安尼讲有报道就是讲，即个甲过去的香港已经是无共款的一个选举。是，当然讲咱这台湾，吼，咱阮也共款啦，吼，有即个特别的出声，就是讲希望李家超伊会当来注意听香港普通的人民内底。因一寡的想法，吼，袂使讲完全当是听即个北京的即个命令。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香港特首选举的历史吼，头任董建华吼，伊的得票率吼有到95%左右吼。第二任陈印权吼，伊降较低，伊89%降到81%。到梁振英的时阵吼，上低是57%吼。过来林郑月娥是65%。今仔日李家超伊的得票率是超过99%，这是历史上上悬吼。有一个下降，搁再悬起来的这个历程吼。咱即马来请教Sam律师哦。这个得票率降低到了梁振英最低，然后再慢慢的反弹到李家超。现在看到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管制，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这个选举历程。这一个曲线，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呢？你看到这个都是小圈子的选举啊，并不是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这些小圈子基本上是1000多人的选举。那最近一届是1500个人的选委，那只有1461个选委选出，有1416个人选出李家超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曲线先调往上升呢？那我看到是香港一开始一国两制还有那个门面，当然一开始就是个谎言啊，但是起码有个门面维持住实际上的一个脆弱的一个自由。但是你看得到，在梁振英时代就开始江河日下。那这个林郑月娥的19年跟20年是崩断，整个是那个反送中跟国安法，所以有人说那个2次回归啦，其实我不喜欢回归这个词，是主权移交了。2次的主权移交，其实真正的主权移交是在那个国安法那个地方完全实现全面的管制权。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曲线？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梁振英时代呢，有所谓地产党跟共产党的对立。有很多商界的人士在选委里面不喜欢梁振英，也不喜欢共产党那一套，那包括李嘉诚在内。OK，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选委大概还有200或到300票，当时是1200个人嘛，那大概有200、300票左右都是民主派的一些票，但是当然它起不了作用，它会压缩的一个可控的一个数字。但是到这一届，这个2022年这一届。民主派的人全都扫光光了，不是被抓走，就是用那个各种的方式，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当选，或者说没有诱因让你去参选，结果就是没有这一批人，而且商界的人都叩头了。你看看那些大的地产商现在都跟中共来叩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绝望嘛，躺平嘛，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嘛，所以要静待市局的改变才能够改变。所以你发觉到，当好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点票的时候说没有通过，这个地方就是看得到超高的投票率、超高的得票率，只有在法西斯、共产党跟专制独裁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那这个情况就充分反现出来。是观众朋友Sam律师讲到讲，梁振英这任吼，伊的得票率
会接加吼，是有2个原因。头一个是做地产的生理人，迄阵无介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吼，安尼来反对梁振英。第二个是迄阵的选委会内底，犹原有一寡民主派的人士，刷来即寡民主派的人士吼，煞去互中国用济手路吼，甲伊为选委会内底甲扳掉。地书即马咱看到伊完全把握着即个选举的制度，互李家超得到超过99%的选票吼。咱来请教吴建中教授，即个李家超当选了后吼，有人讲伊头一个任务是维持香港的安定，因为咱知影过几个月中国要举行20大吼，伫即个中间袂当出代志就对啦。第二个有讲到一个最重要，就是香港基本法内底伫23条会个重新来要做一个立法的定数，感谢呢。是，我为细汉时候，阮妈妈就甲我讲吼，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啊。除了包括咱看李明哲吼，中国这个所在唔通去以外吼，即摆李家超当选新一届特首了吼，其实香港甲澳门，即摆甲中国其实已经是一国一制，所以你若是去香港。你若是去讲啥物话，你若是去做啥物代志，其实甲你入去中国做这工课，其实是共款的。所以咱爱提醒一件代志，就是讲危险的所在千万唔通去，唔通互你家己变做就是人会当掠的这种可能性。吼，这是头一个爱提醒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咱嘛看到。这对李家超来讲，伊的上重要政治任务吼，就是为梁振英开始一直想要做，嘛一直做袂到，就是香港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这立法内底吼，其实唔免讲到遐尼济，就是讲你若是危害到共产党的统治，这就是会当用国安法甲你掠起来。所以咱看到，不管是间谍也好，还是你去甲中共甲并过去也好。这其实对中共来讲，这种是无法度接受的代志。所以咱看到李家超这2任的任务内底吼，当然除了吼，因为咱知影今年拄好是香港这1997以来吼25档，所以今年习近平会去香港来看这个李家超的这款这就职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香港甲澳门这是一国一制啊，这已经无任何迄款幻想讲香港的未来会更加有啥物进步，这完全拢唔免想啊。对除了台湾失望以外，国际社会嘛拢已经失望。所以我当然嘛是同意吼，再个上不律师的部分。其实吼，中国的民主化，其实咱过去咱在读册的时候，咱拢有一种想法，就是讲咱是不是有法度吼，用咱民主台湾的经验，互中国共产党吼会当做一个迄款例，一款好的例的部分。但是咱即摆看到的是讲，共产党根本无任何反省的决心，尤其是吼，伊规工都想要甲你统战。规工想要甲你分化，所以要安怎顾好咱家己吼，尤其是吼咱台湾的民主的品质啊吼，要安会当提升，莫去用分化去。上重要就是讲咱嘅国家安全足重要。其实咱今摆看到讲，即摆香港内底伊要做这香港的迄款23条立法内底，就是要甲香港人绑好更较暗。你绝对袂当去想出任何对。这个中国共产党不利的部分，所以你看到包括李家超的部分，伫林郑月娥开始了后，就开始强调的就是讲为迄个囡仔开始掠起，吼为迄个幼婴仔就开始掠起，伊的思想，吼伊的爱国，这2个部分是爱做伙来掠的时阵，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咱看到过去。咱戏剧顶头看的董建华也好，曾荫权也好，拢是主动当选，伊是一个人啊，伊主动当选。但是咱看即个李家超，伊嘛是一个人参选尔，但是爱经过投票。但是这个投票吼，毋是讲有投票这个动作就叫民主，这绝对毋是的。所以对香港也好，对中国也好，足侪人拢讲啊，中国是毋是有机会会民主化？中国会安怎？其实咱看到，这中国共产党吼，甲国际社会。这交流了后，伊学到的是更较侪经验，要安怎互中国共产党会当更较安全？伊的安全其实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足大的威胁。所以咱看到讲，譬如讲上海即摆疫情的部分，北京朝阳区疫情的部分，安尼掠安尼绑，拢总无代志。香港这个所在，伊嘛会当安尼绑安尼掠的时阵，伊想要甲全世界讲啥？讲反送中的部分已经我掠遮侪人，其实你全世界个制裁。
敢若无啥效。我掠你李明哲嘛，敢若无啥效的时阵，咱搁较爱坚定的一件代志，就讲香港也是澳门，也是中国这个所在，其实危险的所在，千万唔通入去。你若要家己入去了后，去互掠去，也是安怎的部分。其实咱看到讲，李家超这23条立法内底上重要，就讲你未来伫网络顶头你讲的话，也是像吼咱来宾吼，咱即摆讲的话，都可能叫用切落来。咱看到讲。唔只干那伫网络顶头啦，吼，即种支持也好，你的讲法也好，拢有可能会向入罪的部分。所以即款文字狱的即个部分，会可能会搁较紧来。所以要安怎会当看到吼？当然对李家超来讲，这是伊上重要政治人物，一定爱去全力去甲推来甲杀。咱所以看到即届选举的时阵，总共90席的款立法会款议员。87个吼，拢甲提名，另外3个无甲提名吼，一个讲伊无提出证件，另外一个是讲伊的证件无好，但是问题是这3个吼，最后投票有投互伊无？全部拢投互伊，所以立法会90席内底90个拢总投票互伊的时阵，你对未来的香港，你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你边仔有希望？是。中国讲香港50档无要变吼，总是即马25档还未到，就已经变啦。中国再来是安尼翻起翻倒吼，对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嘛是共款。即马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咱来看。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典礼按照惯例由国乐队带头，后壁对陆海军三军甲军事学校组成的队伍，依照顺序通过阅兵台，用几60年拢同款的模式向总统普廷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观礼台顶有各个驻俄使节甲代表团，普廷的身边并无任何其他国家领袖，甲普廷上巴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嘛无出现。英国学者分析指出。伫乌克兰战局无解决，东西方关系紧张的时阵，这种现象代表俄罗斯伫国际更加孤立。This year,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re will be a big parade as normal. However, there will be no international presence. So this emphasizes the isolation. 因为天气的因素，往年拢会有军机空中训练式，今年全部取消。不过，进前的全兵力义演也是有受到外界关心的重点。首先就是真少伫国际媒体出现的伊留申 IL-80，是除了总统出访的专机以外，专门提供国家元首伫疫情危机的时阵，由空中指挥协武战略部队的专机。另外，由8台米格35战机排列做2型通过阅兵会场的天顶，这也是原定计划之一。俄罗斯展开对乌克兰的攻势，不少军用车车身拢有白色2样，要互人解读是要打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为泽伦斯基英语姓头一字就是Z，虽上这是俄罗斯语罗马拼音，原来意思是为着胜利，原本也互人误会是胜利的字母 V， 俄罗斯语原意是真理的力量。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好，咱来看布丁吼，伫胜利日的演讲吼，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安怎讲呢？伊讲邪恶国转来吼，讲无共款的话，总是伊的目的是共款的。咱来看布丁吼，伊伫胜利日的演讲哦，事实上伊讲2项代志哦，一项就是讲伊出兵乌克兰是好可比是对抗纳粹的德国吼，伊佫讲乌克兰是受到纳粹启发的这个。危险的民族主义者吼，因为安尼，伊要对伊出兵。毋过，伊讲这个正确决定吼，佫有另外一个原因咯。另外一个原因是讲，伊出兵乌克兰是因为受到北约的威胁，因为安尼，伊才要出兵乌克兰吼。这可能准做讲毋是矛盾，嘛是2个原因嘛吼。不过，咱看到伫英国的国防大臣吼，听到这个话，伊连咪就讲要。正式，佫讲一摆，就是讲北约、英国、东欧吼，无要出兵罗西亚，过去无，即马嘛无。咱来请教林正义老师吼，布丁即款的讲法引起英国的国防大臣安尼讲吼，敢是有一个征头，就是讲这个战争吼，可能会渐渐威胁到这个北约以及欧洲的这个安定秩序，会有这款的话咱需要去英国需要去安尼回应。咱看去2月24开始啊，吼，这个普廷伊战争的目标啊，已经有改变。吼，较早的目标就是讲，
像这个泽连斯基一定爱改变这个乌克兰的政权，就讲这个总统乌克兰的总统能讲就落台了，伊的战争的胜利，但是即马咱看起并不是安尼发展啦，所以即马这个普京伊战争的目标就是咱过去这几礼拜看到，就是讲这个乌东的地区，乌克兰东部甲南部的地区，爱占领起来，会当伊即届这个战争的行动上具体的这种的胜利所谓的胜利就是讲有去较济这个乌克兰的领土。不过咱看起来就是讲，这个2月24以后，战争的发展，当然对这个罗西亚是做不利的这种的结果这种不利的结果就是讲，较早一般国际社会安那来看这罗西亚，就知影讲这罗西亚伊的实力并不是那像伊所讲的同款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讲，这个罗西亚受到这个国际的制裁这个经济还是其他的部分当然受到足大的影响。虽然讲这个伊即届这个5月7号咱也可以看过就是讲这个普京伊的稳定伊的稳定性质也阁有的无毋对但是咱看起伊演讲的内容内底已经有改变，改变就是讲这个乌东地区伊特别来强调并不是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另外就是讲伊因也无讲摕到这个胜利这2字啦会使讲这战争就是失败啊不过伊即马讲要胜利，就是讲伊即个乌东地区佫会当去较巩固，会当甲即个不管是罗西亚连做伙对即个乌克兰会当有较大即个军事的压力不过咱知影就是讲即个战争会发展到即马，就是讲哪一个国家当来是甲即个罗西亚徛伫即个对立面啦，所以即个赢的面上哪少虽然讲有占领即个乌克兰东部的领土，但是即个毋是胜利。也就是讲，普丁即马是要甲伊战争的目标较缩小，毋是要扩大。是。好，咱即马来请教Sam律师我们看到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一直在玩两面手法了。那这个战事进行到这边，我们看到不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舰被摧毁好几艘，还有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越打他们坦克车越多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中国最后变成得利者？当全世界发现俄罗斯并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么强，那中国反而可以就是取而代之，说现在我是大哥，会这样吗？他很想，但是很难。好，原因是什么样呢？因为他被看破手脚。你看到布林肯有一篇演说，本来是因为一般是5月5号都要发表的，因为他中了那个武汉肺炎，所以没办法发表。它里面有一句话，因为经过外媒的报道都讲了，就是 greatest geopolitical rival，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对手或者敌人。那这个定调是前所未有的，好，是最大没有之一。好。那这个说法来讲，也配合众议院通过的卓新法，跟英国的北约全球化的情况，还有拜登总统呢，这个月会在华盛顿跟东协10国来领袖会面，访问韩国、日本，还有跟四方安全对话的领袖面对面的会晤等等，也看得到中国被视为全世界自由阵营最大的对手。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采取一个对俄乌的立场转化的一个态度？原因很简单。就是俄罗斯现在越打不下去，超过75天了。那个东北、乌东跟乌南也现在差一点点才能够连接起来，马利坡还没有贡献。还有你攻击那个 Odessa 那个奥德萨也没有不得要领，4颗弹掉过去也没有办法，那丢过去也没有办法达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俄罗斯正在普丁本身健康也有问题。所以中共现在这个地方就采取一种等距的态度来看俄跟乌，
很多的报社都在讲，俄罗斯有多少的战机，那乌克兰也有多少的战机，甚至是讲赞美乌克兰在地堡中治理国家，这个前所未有的说法，甚至承认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是入侵，而且甚至用到屠杀这个词语。那这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那更重要的是对美国态度，中共也有所变化。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跟那个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分别讲到，双方人民友谊是两国关系的活水源头，还有讲到带回华盛顿是满满的收获跟动人的回忆，这一种暖心的话以前没有说过。更重要的是，把联想跟小米撤出俄罗斯，悄悄关停他们的业务。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量也大减，尤其是科网产品大减。更重要的是，260个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被美国要挟下市之后，急忙的跟证监会说，要看看能不能够做一个实际现场的审计，断定他们没有问题。那更重要，金融专家在中国召集起来开会，看看如果一旦遭遇到制裁、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3.2兆的美元外汇储备，结论是没有办法摩哈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善后措施。那更重要是习近平你看看5月8号、5月9号前面2天，《人民日报》的头条的所有的标题，你看不到他。那这个情况也配合一个谣传，我觉得是个谣传或者一种盛传是说习近平下台，李克强待1年的那种说法。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吹风的性质，所以现在习近平当权肯定没有疑问，他的地位是不是稳固？当然不稳固，没有个独裁者的情况是稳固的。但他既然当权，搞这一套是搞什么？是一套障眼法，引蛇出洞。那20大之前，他尤其有那个需要。更重要是希望全世界能够树立起中国现在开始变化了。开始逃避美国对他的刺激制裁了，开始希望20大之前不要酿成新的那个冲突了，有这样的一个欲望。但分析国际政治的，就连我都知道，何况全世界的国家都看破他手脚，所以他当快乐第三人的余裕跟空间只会越来越窄。真正的快乐第三人可能是印度，但是你说中国是现在当不稳了，他唯有采取一种躲在乌克兰跟美国跟那个俄罗斯的等距的距离来看，随时俄罗斯一倒，他就靠过去，避免掉烽火。这个地方是他的策略，非常的邪恶。所以本质不变，策略常变，注意中共。是。Sam 律师讲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演说内底有讲到一句话，讲中国对美国来讲是地缘政治内底上大的敌人伊要伫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内底来徛真水是真无容易，而且前几天发生一个代志咱来请教吴老师中国讲美国国防部长去甲因会谈了后讲，美国国防部长有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正式出来讲，伫因的这个 Twitter 口罩内底讲，阮的国防部长无安尼讲安尼咱来看中国伫这个战争内底想要徛深水，愈来愈困难，就亲像Sam律师所讲的，安尼咱即马进前捌讲过中国可能会伫这场战争内底变做这个上大的这个得利者即马看起来敢有这个可能？我想咱我嘛讲过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共产党的话千万唔通信，因为咱看到讲其实唔若讲中国想要甲这话踢入去这美国国防部长的喙内底，其实过去习近平甲迄个迄个拜登在讲话的时阵，伊就先发一些新闻稿出来，嘛想要甲踢落入去。其实咱看到虽然讲敢若最近中国的态度敢若有小可放软去但是千万唔通袂记哩。其实最近有2件代志，咱嘛是值得咱台湾甲国际社会来注意。头一件就是中国伊的航空母舰嘛使去钓鱼台这个所在。还有一个还有咱最近咱嘛看到过去甲中华民国有建交的索罗斯这个国家这所罗门这个国家，其实即摆中国甲所罗门即摆伫澳洲的头前要
要建一个迄款军事的基地，吼，你甲看到讲，敢若虽然敢若讲，中国伫罗西亚即件代志顶头无做任何行动，但是伊对全世界威胁其实是一直在继续的。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即摆中国当然看到罗西亚即摆进攻乌克兰的行动无讲介顺利，踢到铁板的部分，但是伊嘛无希望乌克兰吼。即个完全得到胜利，嘛无希望罗西亚完全得到胜利。当然透过即个过程当中，互罗西亚的迄款军事实力降低。但是伊安尼的部分内底，伊就有一个角色伫咧内底。啊，伊原本嘛是希望讲美国吼会当出兵，还是安怎吼会绑伫即个战场内底。但是美国无落入即个陷阱内底，所以咱看到讲全世界拢希望中国吼会当伫即场战争内底，会当来谴责乌克兰的即个部分，来谴责罗西亚即个部分。会当做出一个足明确的迄款事实的表态，但是你看中国大陆完全拢无做这个表态，伊想要伫内底去弄胖，去得到伊的权利，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中国这个想法吼是最不可取的部分。是，多谢现场3位来宾，咱台湾新港界，明仔载再会。